個唔單止係香港參加航天事業嘅歷史性突破，更加係特區科研實力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有力見證，都係證明咗香港具備承接國家重大科研課題嘅堅實基礎。只要我哋有一個合適嘅培養嘅土壤，只要我哋有一個好嘅機制，我哋香港嘅年青人都係有能力企喺航天事業嘅最前線。我哋嘅小朋友需要嘅唔單止係睇火箭升空嘅紀錄片，佢哋更加需要嘅係一套嚴謹、專業同世界接軌嘅航天工程訓練體系。我哋將繼續秉持嚴謹、專業嘅教學態度，為國家同香港嘅航天事業產業發展貢獻力量。